廉政專員胡應明率團去到馬來西亞，同東盟成員國嘅反貪機構人員以及唔同國際機構代表一齊出席東盟國家反腐敗機構聯盟第22屆秘書處會議。東盟係國家最大嘅貿易夥伴，一共有11個成員國。胡應明以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身份致辭嘅時候表示，聯合會同東盟國家反腐敗機構聯盟同樣抱持團結力量打擊貪污嘅共同目標，期望雙方一齊打造區域聯盟，長遠合作應對貪污挑戰。AICA and ASEAN has grown together, learned together, and stood together on the front line against corruption. 喺馬來西亞期間，胡應明亦都同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首席專員會面同埋交流經驗，進一步加強反貪交流合作。另外，廉署亦都夥拍東盟國家反腐敗機構聯盟、聯合會同埋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喺當地合辦有關應對大型基建項目貪污嘅專業研討會。會議同研討會吸引超過100名嚟自東盟國家嘅反貪人員、執法人員、政府官員同埋學者參與。廉署執行處首長級人員現場分享相關嘅實務經驗同埋調查方法，而律政司亦派出代表分享司法協助同執法合作對打擊跨境貪污罪行以及對資產追回嘅重要性。